成功上車建立一個家，不論面積大小，為屋企人築起避風港係唔少人嘅理想。今次嘅設計位於坑口超明苑一個280尺嘅單位，玄關位置做咗一組 L 型嘅獅子櫃，喺屋裏邊最主要嘅儲物空間。客廳嘅電視矮櫃以 S 型嘅特色設計，令簡約當中帶一點不一樣。窗邊係玻璃間隔嘅睡房，維持返空間感之餘，又可以保持開揚感覺。而睡房裏邊就係上下格床，床尾做咗樓梯櫃，增加返儲物嘅空間。廚房就以簡潔實用為主，最後浴室以石紋磚為主調。淋浴空間更設計咗壁龕，方便擺放沐浴露。今條片就到呢度，未來需要裝修設計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預約設計師諮詢免費報價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